星期呢户外实境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，大家跳下來去各地探險，體驗真正嘅快樂。也歸出太到台灣本島，還會去到離島接受各種嘅挑戰咯。有的任務愛自家來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愛同朋友共下合作了。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共下來去搞哦！澳洲新的8點鐘，耶！來了，俺總算愛開始離島嘅任務了。也到成員伴咗兩歲去澎湖同馬祖接受各種各樣嘅挑戰，前面各選出前3強，再來台灣再個參加總決賽。先來看那兩片各有按到乜人。愛去澎湖嘅係阿小賢、阿皮賢、阿順利、阿一樂、阿玉欣同阿皮。我今天早上4點多起床，雖然很累，可是我很期待今天的旅程，就是期待可以去澎湖，然後有好的成績。很緊張又很開心，又可以上飛機，又可以跟他們一起搭飛機。我好緊張哦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，然後就是也很期待那個可以去澎湖。雖然大家大早就去到機場集合，不過看起來精神還懵懵嘅，希望也都有好嘅表現呢。搭乘麗榮航空公司8601班機6點35分往馬公旅社，請至內候機室候機。我們現在要去馬祖，然後去那個，應該是南竿坐船。嘿，搭船。馬祖要排隊。馬祖來了，船票。稍等來看下去馬祖嘅成員，有陳娟、阿博瑞、阿健樂、阿鄭一、阿依蓮同阿子怡。呀下嘅心情又緊張又歡喜。我希望禮拜我去馬祖，做等再次拿到第1名。很期待，因為沒有去過馬祖，想要趕快踩到那塊土地。只要這次努力就好，反正當作有玩到。對，那希望這次可以去日本，我想去日本。這次去馬祖出任務，我當然希望可以成為前3強。但是希望大家，我們6個人裡面有輸有贏，大家都開開心心的回去。自己輸了也不要太難過，因為有體驗到，也學到了很多東西。愛去馬祖嘅人係坐晏晡夜10點嘅船呢，大家啲船嘅航水高木，天一大早就到咧，對大家嚟講，咪係動次嘅體驗麼？晚安。好，先來看下去澎湖出任務嘅人，愛面對兩年嘅挑戰。澎湖離台灣大概500公里。坐飛機大概要1點鐘，係台灣唯一嘅島嶼。規個澎湖係由90個小島組成呢。也特別唔單止有江嘅體質，還卡游動豐富嘅海洋資源。大家頭一擺來到澎湖，對也特別嘅挑戰都充滿期待哦。我係羅春麗。我從安陽的美濃來到澎湖，我每下來前3名，我一定會拿下來。我係大 P， 今晡日來到澎湖，希望做得跌到前3名，做得進台灣，讓其他嘅同學向下繼續挑戰。我係李佩璇，雖然我感覺到成績唔係最重要嘅，不過我聽咗愛親身親力。得到今後嘅成績，
我係林少賢，是我大家都叫我小蘿莉。按講我係一隻小蘿莉，前6名一定是我的，我會加油努力的。我係林優賢，雖然上一擺我冇得到前6名，不過一擺我來到平湖，我會用全力去做，表現出自家嘅最好。我係葉以樂，我東歡喜來到平湖。我希望我能贏得最後的勝利，親愛的粉絲們，請繼續支持我吧！今晡日嘅頭一個任務係對二坎七樂開始。二坎村喺民國90年經過內政部指定做國內頭一個傳統七樂保存區當遊戲室。今日我來進行大富翁遊戲，希望大家用教嘅方式來認識也得唄。先先要進行分組。我們請羅春禮先去選一個門，總共有6個門，看你要選哪一個。當然是選最後一間啦。到3人偷一個門，門上嘅卡片就係前排嘅密碼。闽南式建築，老屋石。應該是看等一下哪一個圖片一樣吧。前2名学人的時候跟他有選他，然後現在又分配到他，感覺有一種緣分。他太頑皮了，他會一直東跑跑西跑跑，然後我可能在這裡，然後他可能在那邊，然後我們2個就是不同世界的，所以可能。錯咧，也擺打分數嘅方法未當貼片咯。喺澎湖應用沙灘上接送看得到嘅漢語學來準分數，馬祖就用代表欄目這邊藍色組嘅來打分數。大項任務結束就得嚟到漢語學冇出藍色組嘅，大家跳下來10萬完成呢道任務啦！二坎七樂大富翁，限定2點鐘內愛行鐵，特助得到嘅來決定行幾多格來執行任務。完成一個任務得1分，賺到起腳點得2分。黃翠實在運動風呢，頭一個就得到幾分？限時30秒，從麵粉中吹出乒乓球可加1分，失敗退後1局。6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阿黃紅小館8。1、2、3、4、5。二坎學堂。二坎社區活動中心，要不要去問一下？小館可能比較靠海，我們去看看。走這條好了。好，我們走這條。可以問人嗎？好，那到時候我們這條走不到，我們去問一些比較廟方，看起來比較像啊，對，廟方在廟方在道地的那個，他們應該知道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難吧？加油！哇！哎呦，剛剛從第二個，快！到了，1、2、3。恭喜你！黃翠當陣強強鬆鬆就得到第1分，其他2翠進行到2個呢。仙人掌冰哎！哦，好，我們到時候完成任務再去吃。好，望一下。
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什么阿黄国小馆？好，谢谢。二坎学堂在哪？前面。是不是这里？哇，看 NBA。这里比较不像是阿黄。是不是再往前走？应该不是这里。三只牛公园在这里。我们找到了。哇，他们看到了。3个字。相片，拍相片，然后。画画。粉船。锤。打手击，粉船怎样？做没有做了。打反差。那边有地图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说不定能不能看到。我们必须要走快一点，蓝队他们已经赶到了。没有，找不到。打鼓。我找不到，我是不是记错名字了？阿红，在这边。哦，对呀，这，哦哟，我们刚刚就有看到了，只有我们没有路过。全部都拿过来，好。一起涂。Go！ 你先放着。啊，最后一次刷子。你，我来考。好，我考。你来考，我涂酱。好，那我来这边。然后我们再完成一些任务。我再完成。然后就是买这个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然后强化肝脏。然后丰富的维生素E。7只。可以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快好。 7次280块。好，280块。那我们完成任务。谢谢老板。等一下。你们刚才一人1块2碗。1人1块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回去要留1小只，因为吃东西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。阿黄好小。好，休息2分钟。不开心。 2分钟而已，不会差多。对啊。反正他们出去也很久。时间就是金钱。而且他们可能好几分钟才一个，然后我们才30秒吗？30秒就一个了。 回到起点加2分，直接回到起点，2分。我们到了，出任务吧。包歌馆，请陈大哥教会唱一首包歌，如果错3次即失败。陈大哥是谁？双脚行到离坎内。 风水伫个学嘅歌嘅係澎湖嘅報告，但都係用講古冇做吟唱嘅方式來表達，內容講嘅係澎湖生活嘅情形同感受。本人了解到澎湖青菜地嘅風情呢。你1、3句，我2句。好，聲卡聲着，你卡來，被聽波歌請進來。 保路歡喜笑嗨嗨，唔知會轉幾點開。OK， 好，很棒。謝謝。我不會講一句台語，我只會講客家語而已。1、2、3，命運。要用2人3腳的方式走到下一個路。 1、2，暫停10分鐘。你們為什麼在這邊呢？你為什麼在這邊？因為我們暫停了，我們被命運的安排在
算下。反正我们还有明天、后天，再慢慢拼。那边嘛，那边吗？那个红色屋顶，还是那边？我们还要再过去一点。刚才有个老奶奶说，有一条路可以往那边走。哪一条路？跟我来。他有跟你讲哪一条吗？有啊。你加快步伐。哎，这旁边真的都是用孤老石盖的，好酷哦，有点刺刺的，走吧。哎，陈家谷错，在这里，可以了吧？找到了，可以了吧？自行浏览5分钟，回来回答问题，答对3题即可得1分。他们还有那个古代推石头的东西。哎，先看呐。然后他们之前是开药的，这应该是祖先的照片。5命运，1、2、3、4、5。指定2组的，其中1组暂停合作。耶！那我们选择红队。红队。红队在哪边？红队好恶劣。我们必须在这里，这个空间嘛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先记一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，就是被时间暂停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就很不爽，说为什么我会甩到，然后为什么某某队要暂停我这样子，就会觉得很不开心。可恶的黄队暂停我5分。我们暂停10分钟哎。我们都攻击黄队，达成一个协议。我们也比较想攻击黄队。哎，我们打个交道，如果谁说可以别人暂停的，100%给黄队。私底下。你知道黄队他们已经得了，他们刚才说命运的机会，然后飞到终点，然后就只要2分。哇，好亮哦！我们是差不多5分钟。黄队运气好好。我们分数很少，其实自己有点难过，因为想说为什么他们的运气总是比较好，然后呢就一直被停或者是怎样的。澎湖的挑战竞争当激烈，接下来大家来看下到马祖的家队的表现啦。马祖以内就看得到整體風景，譬如航鋪也到，也拜歐洲飛機邊來到馬祖，要好好體驗一下做阿邊個嘅生活咯。我哋嘛來到馬祖咧，我想馬祖係因為我唔是來過馬祖，未想看看馬祖本身真正是流落來嘅風景同東西。馬祖愛來咧，但係拿出全部嘅實力來挑戰。我冇想到我會來到馬祖，我會3萬完成大家任務。上擺拿到第1名，我知道有條嘅意外，下擺我一定會繼續加油。我第1擺從安 Q 嘅時候呢，一下頭腦係昏昏，唔過我係會全力以赴嘅，耶！哇，所以俺不會喘呢，總算係來到馬祖咧。你哋根本你又愛做乜嘅事情？不管愛做乜嘅事情，你都會更加努力，加油！仁愛國小，我們來嘍！而
近爱国手系马祖的特色小学，也都有一嘴动赞的鼓吹。去到马祖的头一项任务，就是爱同也都学打鼓，看下大家嘅节奏感同记忆力样嘅。打太鼓。 大家爱伫1点钟内学晓打一团太鼓，专家会选出表现较好嘅前3名，各得1分。来，鼓棒拿到之后呢，自己先动一动。好，握的时候呢，来就跟你握手一样，好，握这里这样子。来，然后呢，打鼓的时候哈，老师要讲，第一个就是要蹲，稍微蹲一点，弓架要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上面的鼓谱呢。 三角形就是什么东西？鼓边，懂不懂？哦，圆圈圈呢，就是鼓的中间。哦，看起来打太鼓没咁简单哦，唔知大家做得一下就好威武呢。刚刚老师在教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他比，然后也有人下来教。 那我觉得打鼓其实蛮有趣的。这个节奏感太好了吧？这不像4年级的哎，这4年级对不对？原来成员啲好高就有参加鼓吹，莫怪打到人抢用。好咧，时间到咧，来看下大家嘅表现啦。我做马友。 我也是练不是这么好，然后没关系，反正这1分我后面再接再厉就可以啦。就是打鼓对我来说有点困难。也在哪那我们选出了今天呢最厉害的3位鼓手哦，哈。 第一位呢，他特色哈，就是呢，他今天呢打的手非常镇定，可能呢他以前有练过。第一位是陈军选手，第2位呢，今天呢，黑马一只哈，江子瑜哈小朋友，他打的时候非常镇定哦，虽然呢当中有一点点的忘掉了，但是呢，马上就回神过来了哈。第3位呢，好是我们的小美女，这位是林真义小朋友，她今天也是表现得很好。 恭喜陈军、阿正一、阿志怡各得1分，前面向下來欣賞也到成員嘅太鼓表演哦。2片嘅離島任務都進行得當順利。目前澎湖市嘅成績係阿一樂、阿玉嬋4分，阿小賢同阿皮賢各得2分，阿皮兒同阿順利得到2分。 呢度任務又神奇又緊張，接下來還有很多嘅挑戰等等大家。簽時數嘅成員會贏到咗禮物呢，聽眾要記得下個禮拜繼續收看澳洲48點鐘哦。你们休息了13分鐘，我們幫你們休息了。 你这个杯子，你球要放在这里，你要这样，就是你球要在这里，这样子吹，这样子才比较好吹，这样一吹就可以过去。